歡迎大家收睇一節新聞報導。首先係校園新聞。我校為提升同學對學習英語嘅興趣，於10月29至11月2日舉辦英語週。英語週活動包括英語營、萬聖節派對、電影觀賞。同學普遍表示，以活動嘅方式學習英語，能提升學習英語嘅興趣。我校定於12月21日舉行泳池開幕儀式，詳情由譚詠琪報導。畫面所見為去年12月泳池動土儀式嘅情況。事隔1年，已接近竣工，泳池已於8月平頂，目前地下已進行平整嘅工程，重建籃球場。而一塊於地盤中發掘到嘅大石，已豎立喺學校正門，並刻上求真擇善4字。新泳池體育大樓將會有2層，設有更衣室、看台、籃球場，並有通道連接1樓。另外，早前泳池籌款至今已籌得10萬元。校園電視台記者譚詠琪報導。跟住落嚟係本港新聞。政府於日前向廣大市民發表諮詢文件，建議對停車熄匙進行立法。詳情由周子維報導。政府諮詢文件建議立法規定所有車輛喺全港不分地區、時段、季節停車就要熄匙，否則定額罰款320元。咁多廢氣點忍啊！即刻睇下停車熄匙諮詢文件，喺2008年3月31日或之前。新例預計最快喺2009年中實施。新例提出後，各個政黨普遍支持建議。政府建議提出少量可豁免情況，包括喺的士及小巴站正輪候的首兩輛車，正在向前駛動的小巴或的士車龍等，其餘業界提出的高溫、低溫期豁免等都不獲接納。校園電視記者周子維報導。唔該晒周子維。立法會港島區普選共8人獲確認參賽資格，正式成為候選人。日前選管會以抽籤方式定出排名，詳情由洪明慧報導。經過選管會抽籤後，候選人排名如下：1號柳玉成，2號李永健，3號蕭志剛，4號葉劉淑儀，5號蔣志偉，6號凌慧雲，7號陳方安生，8號何來。港大民調顯示，立法會港島區補選候選人葉劉淑儀嘅支持度上升至38%，陳方安生則維持在41%，差距近3%。校園電視記者洪明慧報導。警方於日前向嘉品連鎖店住好啲進行搜查，該店被指出售印有黑社會社團名稱嘅 T 恤及明信片。警方在店內檢走80多件 T 恤及500多張明信片，並拘捕店主、負責人、店員及設計師共18名男女，帶返警署協助調查。受事件影響嘅有關商品已從該嘉品店網頁中移除。該店3間門市已恢復營業。被捕獲釋嘅創辦人楊志超公開承認做錯，不覺得受到警方打壓，並對受影響嘅顧客及員工致歉。呢次新聞報導完畢，再會。